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經大排檔。如果我話香港輸入外勞有一條最重要嘅原則，有香港人做就應該先請香港人，但問題係香港人真係優先。8月13號，勞工處公布制裁佳惠保安服務有限公司，佢哋申請輸入普通文員同駕駛員期間，被查到有3樣問題。第一，未經勞工處同意修改招聘條件，結果令至少1名原本合資格嘅普通文員求職者最後唔接受聘任。第二，無合理理由拒絕聘用1名合資格駕駛員。第三，向勞工處提交失實面試結果資料。最後，公司已經提交嘅外勞申請被終止，未來2年勞工處都唔會再處理佢嘅申請。而喺8月10號，華嫂冰室亦因為申請輸入侍應、初級廚師同洗碗員期間，喺本地公開招聘，向勞工處提供失實資料，被禁止申請外勞1年。制度一早寫明，僱主唔可以喺本地招聘期間自己亂改招聘條件。佳惠正正就係因為咁，所以被罰。但問題係，明明有香港人合資格，點解最後都請唔醒？而一間公司話我真係請唔到香港人，政府又點判斷呢個結果合唔合理？原來想輸入外勞之前，僱主唔係自己登個招聘廣告，等幾日冇人打電話就可以同政府講冇人做。第一步，公司要先向勞工處交低一套招聘條件，請咩職位，做啲咩，喺邊度返工啊，要幾多年經驗，人工幾多等等。人工亦唔係任開，原則上唔可以低過香港相類職位嘅每月工資中位數。如果係常見職位，勞工處本身已經有相關職位資料；如果係非常見職位，亦會睇僱主提出嘅要求合唔合理，之後先進入成套制度最重要嗰一關，本地公開招聘。一般職位要做4星期本地招聘，由今年6月16日起，部分餐飲職位更加延長到6星期，期間每2星期仲要參加一次勞工處指定招聘會，而僱主刊登出嚟嘅條件要同之前獲勞工處同意嗰套一致。例如原本要求1年經驗，唔可以真係有人嚟見工先突然變2年；原本日班亦唔可以面試嗰陣突然加一個未獲批准嘅夜班要求。所以制度原意其實好清楚，先定好一套條件，再用同一套條件睇香港究竟有冇人做。如果真係有香港人應徵，但係公司面試完一句唔啱，咁又算唔算請唔到人？原來都唔係公司自己講完就算。本地招聘完結之後，僱主要喺4個工作天內將招聘結果交翻俾勞工處，而唔係淨係填10個人面試0個適合。每一個求職者最後發生過咩事都要交代，例如求職者冇出席，獲聘之後自己唔做，唔接受人工等等，又或者係僱主認為佢學歷唔夠、經驗唔夠，所以表面上最後都係冇人入職，但背後其實可以係幾個完全唔同嘅原因。所以表面上都係請唔到人，但背後可以係求職者唔合資格，自己唔接受條件，又或者係僱主改條件，最後唔請。對政府嚟講，呢幾種情況意思完全唔同。所以勞工處唔係僱主填完張表就照單全收。政府過往講過，如果本地求職者最後冇獲聘，勞工處會聯絡相關求職者，了解面試實際發生過咩事，再核對僱主提供嘅拒聘理由同事實係咪相符，理由又係咪合理。而呢個就係佳惠今次個案最值得留意嘅地方。如果係僱主自己未經批准改條件，令原本合資格嘅求職者最後唔接受聘任，咁件事可以等同僱主無合理理由拒絕聘用一個合資格本地求職者。換句話講，制度睇嘅唔止係最後有冇人入職，仲要睇點解最後冇人入職。因為如果只睇新聞表面，大家好容易覺得啲公司想請外勞，所以本地招聘求其做個樣。但係研究落去，你會發現制度本身其實已經設咗幾道防線啦。招聘條件要先定，人工有底線，本地招聘有指定時間，有香港人應徵，僱主要交代結果，唔請亦要解釋原因。所以問題唔係制度完全冇規則，而係僱主話請唔到人之後，政府點判斷個結果合唔合理？而今年出事嘅亦唔止佳惠同華嫂，
2026年已經有多間僱主因為輸入勞工本地招聘程序被行政制裁，當中有人涉及未經同意增加或者修改招聘條件，有人冇合理理由拒聘合資格本地求職者，亦有人提交失實招聘或者面試資料。所以目前冇證據可以話成個外勞制度普遍都係假招聘，但亦唔可以再當所有個案都只係完全冇關係嘅單一事件。因為有一樣嘢開始重複出現，明明有人應徵，最後點解仲係請唔到人？不過有僱主違規唔等於香港真係唔缺人。香港最新5月至7月失業率係3.7%，失業人數大約145700人。你可能會問，14萬幾人冇工做，點解仲需要外勞？原因係一個一直做文職嘅人未必識做廚師，一個住新界西嘅人未必接受每日凌晨去機場返工，有人接受日班，未必接受通宵更喎。有啲工種本身流失率高，亦可能真係長期請極都唔夠人。所以香港完全可以同一時間有人揾唔到工，亦有某啲工種揾唔到人。而外勞制度真正要處理嘅就係中間呢條界線，因為對本地求職者嚟講，最重要唔係政府張紙寫住本地人優先，而係當一個香港人真係出現又符合份工原本公佈嘅要求，政府有冇能力確保佢唔會因為臨時改條件、唔合理拒聘或者錯誤招聘結果，最後變成一個請唔到香港人嘅數字。但另一邊，如果政府因為少數違規個案，最後將所有外勞申請一刀切收得太緊，一啲真係長期請唔到人嘅公司，亦會面對人手不足、成本增加，甚至縮短營業時間。所以今次個問題唔係外勞好定香港人好，而係有啲工真係請唔到人，亦可能有人違規。政府點分？如果一宗個案同時有多項嚴重違規，禁制期而家仲可以疊加，最長5年。即係政府自己都知道，外勞越來越多之後，公眾最敏感嘅已經唔止係香港夠唔夠人做嘢，而係香港人真係優先。如果睇制度，答案係僱主要先做本地招聘，條件唔可以臨時亂改，有合資格本地求職者，亦唔可以無合理理由拒聘。大家為呢類個案提醒我哋，寫住香港人優先同真正做到香港人優先中間仲差咗一樣嘢，就係當一間公司話我真係請唔到香港人，政府分唔分得出呢句究竟係咪真？大家又點睇？今日嘅內容就去到呢度。如果想睇我哋嘅其他影片，可以留意屏幕上嘅推介，記得訂閱呢條頻道、讚好同轉發呢條影片。呢度係財經大排檔，我哋下次再見。